圖一裏面咧有5條鐵鏈，打開每個環咧需要3分鐘，而封閉每一個環咧係需要7分鐘嘅。如果將鐵鏈好似圖2咁樣連埋一齊，最少需要幾多分鐘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嚟自 Math Concept 紅磡分校嘅 Mr. Jeffrey， 今日嚟同大家講解一下2025年 Math Conception 5條裏面其中一條答對率最低嘅題目，第40題。咁好多時同學仔一定會諗啦，5條鐵鏈即係有5個連接處啦。咁如果每個連接處都要打開同埋封閉，咁呢度總共需要就會係50分鐘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原來呢一個咧唔係一個最快嘅方法喎。原來最快嘅方法咧，我哋可以觀察下呢一條鐵鏈咧有4個環喎。咁如果我哋將呢度每一個環都打開，將剩低嘅4條鐵鏈都連結起嚟，咁咪會係比較快啲咯。如果每一個環打開嘅時間加翻每一個環結合嘅時間，然後我哋將佢咧乘翻4，原來咁樣就會得出到40分鐘喎。咁樣先至會係我哋最少需要嘅時間。如果想留意我哋更多比賽嘅題目咧，歡迎 lik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